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希啊。好多人咧喺 IG 搞生意嗰陣啦，就會問一個問題，就係咧而家好興嗰啲 Reels 喎，係咪一定要拍 Reels 先有流量？係咪一定要日更去到討好個演算法先有客人咧？其實我話俾你知唔係嘅，呢條片咧我會教你一個更好嘅方法啦，令你可以咧好輕鬆、好自由咁樣就 manage 到你嘅生意。你係唔需要咧好似側邊呢一啲人咁樣拍嗰啲 Day 3、Day 4、Day 5嘅日更 challenge 啊，或者你唔需要好似呢一個女仔咁樣，其實我求其抽㗎咋，如果抽中你唔好意思啦。咁樣咧出個樣咧又要整啲 AI 嘅 effect 去到即係好奇怪咁樣，唔知做咩咁樣啦。你唔需要用呢啲方法嘅，我會教你一個更加輕鬆嘅方法。咁點解我有資格去講呢個 topic 咧？因為咧我用同一個方法咧，其實咧我已經多次咁樣成功創業啦。我而家喺盈利咧穩定10萬蚊以上啦，咁我幫40位老闆咧變咗超過300萬以上嘅，有啲咧甚至乎係一星期入邊咧極速啟動一個新業務嘅。當中咧係唔需要拍 reels 啊，咩做個人 IP 啊、SEO 啊、營銷漏斗、咩 Facebook 廣告啲複雜嘅嘢咧，都係唔需要用嘅。其實好簡單嘅方法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好多人咧都用呢個方法成功咗啦。我亦都係咧將我嘅客戶咧嘅成功案例咧擺晒個 IG page。你呢條片之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先可以睇下啦。咁咧其實我學識咗呢一個方法之後，令我唔需要咧再辛苦咁更新啦，令我唔再追流量啦，我係真真正正咧輕鬆咁樣去享受我嘅生活嘅。我被動咁樣善用廣告咧，幫我有生意增長。其實我26歲就攞辭咧，其實係即係上年啊幾個月前嘅啫。咁我去日本咧旅居咗一段時間，當中咧我係好嘆世界咁樣啦，周圍去 explore 唔同嘅地方啦，都不但止我嘅生意咧係不跌反升嘅。我會話俾你知當中嘅秘訣係乜嘢。我亦都係有教唔同嘅人用同一套方法成功啦。最新案例咧係一個塔羅服務嘅女仔啦。咁佢第一個月揾我嗰陣咧做緊8000蚊生意啦，第二個月咧做緊16,000咧，今個月咧嚟緊咧估計咧係做緊22000至30000蚊嘅生意，就因為咧佢識得用呢一個嘅方法去倍大佢嘅業務嘅。咁我講正題啦，唔好咁多廢話啦。咁咧點解咧拍 reels 唔好咧？點解做生意咧唔鼓勵拍咁多 reels 咧？我會講下啦。其實可能你都見過啦，好多人咧喺度鼓吹嗰啲日更啦，話咩同觀眾拉近嘅距離啦，咁樣係冇錯嘅。但係點解唔好或者點解唔係做嘅方法咧？我會講嘅。第一咧，Reels 嘅流量好似過山車咁樣，我求其攞個 page 出嚟咧，有陣時咧可能你有500啦，有陣時可能1600啦，可能咧得翻500咁樣啦。其實你發現咧，佢哋嗰啲封面咧講嘅嘢差唔多嘅啫。咁當中有咩秘密咧？其實咧就因為 IG 個演算法成日都變咯，你根本估唔到咧乜嘢係爆款啦所謂。跟住咧今日 work 嘅方法咧，聽日可能就冇用㗎啦。一時咧就推啲咧唔知正方形嘅方名，一時就咧長方形啦、hashtag 啦、child reels 啦，每日咧都係要整啲新嘢啊出嚟咧，令到你去學習咁樣啦，好似好有得着咁樣啦。其實咧你好辛苦拍咗條 reels，可能咧以為終於爆啦，點知咧下一條咧又打回原形嘅，你係冇 guarantee 嘅喺呢個遊戲入邊，令你咧根本咧你想接多啲客嗰陣你都接唔到啊。可能咧你想擴展你嘅生意，你終於準備好啦，然之後咧你嘅 view 數咧可能得翻100咁樣咧，你完全冇客人啦，時高時低咁樣。第二就係咧，其實觀眾嘅注意力好短啦，尤其中意睇 reels 嘅人，可能你都見過咧，啲人喺地鐵上面碌 reels 啊，或者你嘅朋友都好啦。其實咧好多時碌得好快嘅，你2秒之內咧講唔到重點，佢就會篩走你。所以咧，就算你有瀏覽次數都好啦，其實嗰個瀏覽次數咧可能淨係睇1秒啊，其實咧係完全冇用嘅。Reels 嘅鋪陳咧表面上係討好演算法，即係有啲人咧就話咧個 introduction 要拉長啲啦，跟住咧令到話俾個演算法聽啦，唔知點解即係睇多幾秒之後佢就推多俾幾個人睇，因為覺得你啲片吸引啦。實際上咧係浪費緊觀眾嘅時間啦。只要你唔係重點咧，唔係講重點咧，其實我作為觀眾咧，我會即刻 skip 咗你條片㗎。所有人都係，所以咧真正咧睇晒你條片嘅人係好少啦。而且就算睇 reels，最多咪可能20秒、30秒，其實你表達到嘅嘢好少啦，你係做唔到咧嗰個教育觀眾嗰個成效，或者咧去睇幾萬條 reels，其實先會對你建立咗信任。所以咧，that's why 咧。做 reels 咧，其實個競爭好大，每個人都拍緊啦。跟住睇 reels 嘅人嘅要求好高，你必須要咧做到一啲咧好吸引到佢眼球嘅嘢，所以咧你就會諗得好辛苦咧，同好多人係競爭啦。你成日諗有咩更加爆啦，呢一個咧係唔好嘅做法，唔係最理想嘅做法嚟嘅。第三就係咧拍 reels 咧製作時間其實好長，絕對唔係零成本嘅，即係有啲人會教咧零成本吸客啦，其實係講緊唔知咩系統啦，跟住叫你拍 reels 嘅。跟住就有個 AI 咧幫你生成晒啲稿啊、成啊咁樣啦，唔知咩事咁樣啦。跟住咧，其實當中嘅時間成本係好大，
假設你係咧做餐廳啦，或者派傳單，叫做一啲咧即係入門啲嘅工作啦咁樣，跟住咧可能你嘅時薪已經係60蚊啦，你用5個鐘去剪 reels、拍 reels、諗橋，其實都算快㗎啦。其實已經用咗你300蚊，300蚊咧，如果係投資嘅角度，你可以做啲咩咧？其實咧你就係落廣告啦。你咧已經係 make sure 到自己大概會有咧3800個精準嘅 views 啊！呢個係講緊咧精準瀏覽量，唔係嗰啲咧純粹睇你跳舞嘅人喎。咁所以咧你又剪接啦，又特效啦，又配音啦，又上字幕啦，跟住咧仲以為咧可以用一個 AI 去到打救你咁樣咧。其實你用 AI 整出嚟嘅嘢咧，個觀眾一睇就知啊！嗰個所謂嘅 Sora 嘅複製人咧，其實一睇就知唔係真人嚟㗎啦。即係你喺度跳舞啊、性啊咁樣，咁咧令到觀眾係反感嘅。即係我自己睇到咧一啲好明顯用 AI 整出嚟嘅嘢咧，我就會心諗，咦呢個人都幾 hea 喎！即係佢嘅服務係咁樣嘅，或者佢賣嘅嘢係即係唔知點解用 AI 喺度飛嚟飛去咁樣啦咁樣。咁我咧並唔會信呢一啲嘅廣告嘅，我個人啊嚇。咁所以咧，就算你點樣用 AI 高手都好啦，你整出嚟嘅嘢咧，一嚟望落去咧，其實冇乜信任度啦；二嚟就係咧，其實你花嘅時間都仲係好多嘅。係啦，跟住你花嘅時間咧，其實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分配。我真會講個方法係咩啦咁樣。咁最後啦，其實日更 challenge 好大程度上咧係自我滿足。我戴啲頭盔啊，有啲人咧確實咧好少數，可能 top 1% 嘅人咧，可以靠日更 challenge 去做嘅一個 account 啦。跟住咧其實都凍咗喺度啦，未必知道點樣變現嘅。真正咧即係識得做生意嘅老闆咧，起碼以我認識嘅人嚟講咧，好少人咧係會花好多時間去拍 reels，因為咧真正嘅老闆咧係唔只要識得自媒體啦，真正做生意咧係你要識做市場研究，你要 keep 住留意你競爭對手做咩啦。你要 keep 住知道客戶嘅需求啦，你知道個品牌定位係咪 fit 到喺市場缺口嗰度啦，你了解個客戶嘅需求同埋你持續改善服務嘅。我呢度講好似好簡單，其實咧入邊咧係博大精深，好多係你需要學習嘅。如果你淨係咧作為生意老闆，你淨係學所謂自媒體啦，咩訓練營啊嗰啲，跟住咩陪跑營啊，跟住你學咗一堆咧，所謂都係教你拍片、教你剪片、教你拍 reel 沖流量嘅嘢咧，其實你喺生意嘅角度係一個新手嚟嘅，係啦，好坦白講，你未必識得點樣去 run 一門嘅生意嘅。另一個迷思咧就係咧，咩叫先有流量先至變現咧？就係咧好多人咧以為咧儲到 followers 有1萬個、幾千個都好啦，跟住推啲產品出嚟咧一定會有人買，其實咧係錯嘅。我有好多咧以前合作嘅客戶咧，好多嘅流量啦，好多嘅 followers，到佢真係搞一啲 workshop 啊，搞一啲 product 出嚟咧，係完全無人問津嘅，又或者咧有一兩個問完之後咧，講完價錢咧就消失咗啦，完全冇反應。因為點解？因為個流量唔夠精準咯。因為你今天你拍 reels 嘅嘢咧，可能你追求嗰啲咩流量啦，然之後你拍啲好 general 嘅 topic 啦，甚至乎咧都唔關你個產品服務事嘅，講下啲湊仔經啊，講啲搞笑嘢啊，咁你咪引咗翻嚟嘅人咧，就係 follow 咗你之後咧，好快就會 unfollow 你。點解？因為咧你賣嘅服務咧同佢想象中咧完全冇關係嘅。好啦，咁我講下咩係更加好嘅方法，即係頭先都講咗好多點樣拍 reels 係冇咁好啦，即係雖然有人成功啦，咁但係咧未必係你嘅，同埋咧未必係需要花咁多時間喺度剪嗰啲 reels 上，有一個更加輕鬆嘅方法，個方法咧就係咧用精準嘅內容再加廣告啊！我自己咧係靠同一個方法咧，我成個 IG page 咧其實咧得7個 post 啊，我已經咧好耐冇更新，我應該差唔多2個月咧，我一個新 post 都冇出過啦，我齋靠啲廣告咧自動咁帶啲客人俾我，已經係夠晒客人啦，已經係好多查詢啦，已經係咧突破咗月入10萬啦，再次咁樣，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係好輕鬆嘅，即係喺我做內容方面咧，我並唔需要花好多嘅時間功夫啦，我就咁等呢個 system 幫我去運作，幫我跑數就可以啦。咁點解呢個系統咁有效咧？第一咧，你用廣告嘅方法去營運你 IG 係保證有流量嘅。以我嘅經驗嚟講咧，8蚊左右咧就會100個嘅精準流量啦。如果拍 reels 咧，其實你吸引所謂嘅泛流量啦，我唔知係咪咁樣寫啦。咁但係聽過呢個 term 啦，其實咧就代表咧你拍一啲比較 general 嘅嘢咧，比較容易中到所謂流量密碼嘅嘢啦。而呢一啲嘅嘢咧，吸引翻嚟嘅流量咧，好多時咧對你嘅產品服務咧根本就冇興趣，佢純粹因為你嗰條 reels 好似講得好笑啦，或者懶係有共鳴咁樣咧而 follow 你啦。去到最後咧，真係俾錢你買嘢機會係好細嘅，所以咧 reels 嘅自然流量變現嘅能力咧係相對地差嘅，即係起碼比起你落廣告啦。反而咧廣告嘅演算法係相反嘅，只要你個廣告個內容寫得夠精準 ，IG 其實好聰明嘅，因為佢要賺你錢啦，佢就會 make sure 咧其實你落廣告咧都係會賺到錢，佢會咧撲盡佢嘅全力咧用8蚊咧幫你跑一啲精準嘅客戶翻嚟咧去幫襯你嘅。
咁所以咧，你要明白咧，成個遊戲點樣玩咧，就係 IG 個平台咧係靠咩賺錢㗎？唔係靠你啲 views，可以靠你俾錢佢去落廣告賺錢。所以咧，你肯俾錢嘅話，佢去 serve 你一定會 serve 到最好嘅。反而咧，你拍 views 你就係調翻轉啦，你討好佢啦，因為咧太多人拍 views。然而咧，唔係咁多人咧識得落廣告啦，好多人咧就係咧拍啲嘩眾取寵嘅嘢，俾 IG 選中咁樣啦。IG 咧太多嘅選擇，佢唔一定要推你嗰條片，可以推你競爭對手嗰條噶嘛。你亦都咧掌握唔到演算法嘅話咧，好快咧就會俾人淘汰㗎啦。咁第二咧，真正有錢嘅人咧係用錢揾錢嘅。其實廣告咧係一個 return on its investment 嚟，係一個 ROI 嚟嘅，即係有投資回報嘅活動啦。其實咧，好似我自己為例啦，我好透明公開啦。Growthflat 咧上個月只係用咗1000蚊左右嘅廣告費用咧，生意額咧大概14萬嘅，即係證明咩咧？回報超過100倍嘅。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咧好少呢個地球上面冇乜活動咧，令你嘅回報咧係可以超過100倍嘅，好簡單。呢個 statement 好簡單講完。咁所以咧就係啦，你再去諗究竟要唔要用錢去落廣告嗰陣咧，其實你唔應該咧淨係諗到俾錢嗰下，你應該諗緊咧就係你俾錢之後個回報係幾大啊？就係咧你一學識咗呢個方法咧，你可以永續咁 run 啦，令你個生意咧180度咁樣轉變啦，keep 住有增長啦。到你知道點樣用呢個玩法之後，你咪加大啲廣告 budget，去到規模化你個生意咯。其實就係咁簡單，你唔需要咧每日好似一隻倉鼠喺個圈嗰度跑，每日就係為咗咧討好 IG 去日更啦，去到拍 reels 啊，然之後咧搞到自己好攰咁樣嘅。我係完全冇更新過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嘅生意咧都係突破咗新高嘅。呢個就係最活生生嘅證明啦。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，因為我嘅時間成本都高啦，我就唔會做日更嘅 challenge 嘅，因為可能我即係就算我好熟手啦，我整一條 reels 可能點都要2-3個鐘啩，嗰2-3個鐘咧對我嚟講價值咧可能已經係幾千蚊嘅，我寧願咧用我2-3個鐘咧去到服侍好我而家合作嘅店主啦，或者一齊去成長咁樣啦，去到 make sure 佢哋成功咧，我都唔想咧用呢個2-3個鐘咧去到拍嗰啲咁樣嘅 reels，因為咧一嚟咧冇乜價值啦，二嚟就係咧。我係唔需要靠呢啲方法去增長我嘅生意，我係用錢咧叫 IG 幫我去跑數嘅一個老闆嘅角度嚟嘅。第三就係咧，根本咧出色嘅廣告咧，其實係唔需要咧不斷咁樣更新嘅，因為咧你可以永續咁運作。我舉個例子啊，好似右手邊呢一幅圖咁樣啦，其實咧我已經 run 咗97日㗎啦，有圖有真相，咁係其中一個 post 嚟嘅。咁咧我用緊咧每日8蚊啦。而咧一個點擊咧只需要1蚊雞，即係咧我而家抌啲錢出嚟咧，我抌1蚊啦，可能平時即係你凍檸茶加杯凍檸茶都3至5蚊啦，我只不過咧1蚊咧就可以咧吸到一個人入嚟咧，起碼 click 咗入去了解我嘅內容先，咁當中咧絕對係有人咧會繼續 follow 我啦，同埋甚至會查詢我服務嘅，咁所以個成本咧其實係可以好低嘅，只要你嘅內容寫得夠好啦，你說服到個客人購買咧。一個客人購買嘅話咧，其實咧自然會有更多類似嘅客人。你要做嘅就係用廣告，可能加大預算啦，或者你已經8蚊已經夠晒客人都得啦咁樣，咁吸引咧更多類似嘅人入嚟咧，去到查詢你嘅服務啦，跟住咧將佢咧轉化成為你嘅客戶咁樣，甚至有啲人咧睇完你嘅內容之後就心都想買，直接問你幾錢，你講完價錢之後咧，佢就會直接落單㗎。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廣告咧係可以咧幫你不斷咁樣接觸新嘅客群咧，每日被動咁接收訂單，呢個就係咧廣告嗰一個嘅好處啊。咁你可能會話點樣做咧？其實咧個關鍵就係你要精準嘅內容策略啦。你唔單止咧係要間接咁樣說服啲人咧幫襯你嘅產品，你仲要同佢意識到咧，其實咧如果唔幫襯你嘅話，個問題喺邊度等等嘅，好多唔同嘅內容角度咧。多角度咁樣說服佢，咁咧呢個就係咧真真正正嘅 IG 銷售業啦。你只需要 keep 住用錢去落廣告咧，就不斷跑呢啲嘅生意翻嚟㗎啦。咁去到最後啦，條片未完嘅，係啦，有一個彩蛋啦。彩蛋就係咧，如果你今日咧你都再即係聽完條片之後，你覺得咧好有共鳴啦，或者你唔想再咁辛苦咧。去到拍 reels 啊，再咁辛苦去到諗內容啊，或者你出 post 咁完全唔知方向啦，或者你覺得咧廣告複雜咧，廣告嘅設定係好難啊，好難先去盈利啊，或者你以前試過落廣告啦，跟住又冇回報翻嚟嘅話咧，其實咧我而家有一個指導嘅 program 嘅，就係咧，如果你想用 IG 打造月入2至5萬蚊嘅副業啦，你可以 IG DM 我 info 嘅，咁我現時嘅客戶就包括呢一堆人啦，我都唔讀出嚟啦，因為太多啦咁樣，咁未能盡錄啦。大量嘅成功案例咧，可以喺 IG 嗰度查看嘅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咧，歡迎俾個 like，俾個 subscribe 咁樣，跟住留言話我知下條片想睇咩咁樣。
咁我叫阿希啦，咁呢條片就係咁先。